Hello 各位街坊，各位黃大仙嘅朋友啦，我哋九龍東嘅街坊啦，同埋呢個我哋東頭東嘅蘇伯兄弟，大家好啦。而家錄影嘅時間啦，復活節假最後公眾假期最後一日啦，係4月嘅21號啦。而家嚟到晏晝嘅中午時間嘅1點32分啦，第三節啦，翻嚟就講翻我哋嘅中華民國嘅呢個兩岸四地嘅國情啦，咁樣啦。我哋就會都會開始要討論翻叫做9合1嘅前瞻啦。下屆台東縣嘅縣長選舉咧，有機會係卑南族嘅女兒同埋媳婦呢個新抱嘅呢個嘅競爭嘅。下屆嘅縣長啦，選舉啦，尚有一段嘅長時間啦。但係欄目選將咧已經係陸續浮上台面嘅。KMP 咧，台東縣嘅縣長啦，吳秀華啦表示咧就會參選嘅。民進黨嘅立法委員啦，阿陳瑩啦，亦都係會係被呢個嘅披上戰袍嘅咁樣。前者啦係卑南族嘅新抱啦，後者係卑南族嘅女兒啦。牽動住原住民嘅選票啦，亦都係備受矚目嘅咁樣。雖然啦距離下屆嘅台東縣嘅縣長啦尚有超過1年嘅時間啦，但係民進黨嘅平地呢個嘅原居民嘅呢個原住民嘅立法委員啦陳瑩啦，亦都係去年啦呢個捲入呢個颱風呢個嘅陸續啦連續颱風開始啦，一直就係奔走台東嘅災區啦，亦都係呢度嘅協助農民啦同埋漁民爭取權益啦，同時亦都係爭取台東大學設護理系啦咁樣啦，亦都係喺農曆春節嘅前夕啦，去到至今啦，一直都有係不斷參與呢個台東嘅大大小小嘅活動啦，拜訪基層嘅村長、里長同埋呢個鄉郊鎮長啦咁樣啦。陳瑩啦亦都係動作亦都頻繁啦，台東政壇引起呢個嘅關注，揚言佈局就下屆嘅台東縣縣長啦咁樣啦。喺 KMP 方面啦，亦都係呢個嘅現任議長啦，國民黨嘅台東縣嘅黨部啦嘅主委啦，吳秀華啦，喺呢個嘅台東嘅政壇啦，亦都係早已被決定被確認為呢個縣長嘅梯隊嘅接班人啦。吳秀華日前亦都係呢個嘅喺媒體聚餐嘅時候亦都係報告告訴呢個中央社嘅記者啦。陳瑩嘅動作咧係讓呢個選戰咧提前開打嘅，佢亦都係更積極係投入去呢個嘅選戰嘅，直接係表態啦，選下屆嘅縣長啦，係會喺原鄉嘅地區啦，穩定呢個藍營嘅支持者啦，咁樣啦，亦都係面對明年嘅將會嚟到嘅縣長嘅選舉嘅時候咧，佢亦都係早前啦，地方咧加強經營備戰嘅，每場大小嘅活動咧亦都係無不參與嘅。尤其是係呢個原鄉地區啦，特別係勤力勤走勤跑啦，即係都唔係好困難，睇出佢嘅係穩定呢個嘅選票嘅決心啦。吳秀華嘅背景係啲咩咧？當選過議員啦，呢個縣議員啦，亦都係連任過議長啦，亦都有選舉嘅經驗係非常之豐富嘅。呢個基層經營扎根啦，咁樣啦，紮實啦。而且丈夫係卑南族人啦，具有呢個原住民嘅新抱嘅身份啦。國立台東大學嘅公共及呢個嘅文化學系嘅碩士班嘅畢業啦，亦都係國民黨呢個台東縣黨部嘅主任委員啦，主委嚟嘅，係啦，亦都係呢個嘅台東縣啦，木球委員會嘅主任委員啦，亦都係吳氏宗親會嘅理事長啦，台南呂東同鄉會嘅理事長啦，台東縣呢個嘅清溪婦女會嘅理事長啦，亦都係呢個台東市嘅呢個婦女會嘅常務理事嚟嘅咁樣。所以就係話呢個好多事都係隨途後繼嘅，我哋都要了解翻我哋
嘅九合一啦，嗰個將來係點樣發展啦，咁樣係啦，咁啊大家都係香港人都係好密切關注我哋嘅自由祖國嘅最新嘅事務嘅咁樣。咁好啦，第二樣嘢啦，咁啊就係某黨啦嘅立委啦，咁啊倡議啦，咁啊收緊啦，即係而家嘅執政黨啦嚇，咁啊收緊呢個講香港人嘅移居嘅申請啦，咁啊同埋需要放棄原有嘅護照咁樣咁啊但係呢個其實係冇可能嘅咁樣嘅。咁啊據美國媒體嘅報道啦，咁啊中華民國18名嘅呢個嘅立法院嘅民進黨籍嘅立法委員啦，咁啊近日向呢個立法院嘅提案啦，針對香港人申請在台居留啊，同埋或者係定居建議啊，就依照大陸地區人民來看台居留嘅定居嘅規定嘅。咁啊，如要取得台灣人身份咧，中華民國嘅國民自由地區嘅國民嘅身份咧，咁咧必須係放棄香港嘅原有嘅護照咁樣。咁啊，黃定宇咧，咁啊呢個嘅民進黨立法委員咧，呢個台南嘅黃定宇咧，咁啊喺呢個民進黨立法委員嘅立法院提案嘅時候咧，指香港人透過結婚啦、投資啊同埋呢個專業移民啦，幾乎居留滿1年咧就可以申請定居同埋並取得呢個中華民國嘅身份證啦。咁啊為近呢個北京咧嘅加強對港澳嘅控制啦。咁啊以即係清洗人口啊，換人口換血嘅呢個方式咧，咁啊將大量嘅大陸人啦，咁啊送到香港啦，咁啊變成呢個新香港人啦。咁啊並利用呢個台灣中華民國現行對港澳人士較寬鬆嘅移民法啦，咁啊法規去到對台係做出呢個滲透嘅。咁啊其實呢個係一個質疑嚟嘅啫，就係成唔成功咧？咁啊呢個都係一個好複雜嘅議題嚟嘅。呢個 issue 係啦，即係我係以一個好客觀啊嚇，咁啊去到處理嘅。咁啊提案亦都係建議啦，咁啊調整係港澳人士定居嘅待遇啦。咁啊現行港澳條例中華民國行政院內政部大陸委員會我幫你加嘅。咁啊現行嘅港澳條例第12條啦嚇，咁啊所以咁啊有關港澳人士居留啦或者定居咧咁嘅規定啦，咁啊應對比照兩岸關係條例第17條啦，如欲申請入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嘅叫做國籍啦，咁啊要由呢個過往無需放棄特區護照或者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咧，咁啊就改需要係放棄嘅。有律師亦都指出啦，咁啊按照上述建議啦，咁啊港人未來咧欲取得呢個台灣身份嘅時候咧，咁啊可能由過往最快嘅1年延長到6年嘅咁樣。咁好啦，咁啊亦都係寶島上面嘅一啲嘅旅行社嘅資訊啦，咁啊社交平台啦，咁啊亦都有網民稱啦，咁啊近日咧咁啊一個叫做多即係叫做係隨富放屁啦，咁啊叫做法，有網民嘅聲稱啦，近日有發現啦，中華民國嘅自由地區有頭棚金馬咧，而咧係更新咗港澳人士入台嘅規定嘅，咁啊要當係自行咧要打印咧網上打印咧申請咧嘅入台證嘅時候咧，咁啊有別於過往可以用黑白或者係彩色嘅打印入台證嘅，咁啊要改為只係直接接受呢個彩色嘅打印嘅咁啊。咁啊該網民啦，咁啊週5啦，咁11號啦，咁啊發文表示啦，台灣啦，咁啊網簽啦系統咧係突然作出咗個出現嘅公告啦，提醒港澳人士咧申請網簽嘅時候咧必須以彩色打印啦，咁啊以黑白色打印可能會被拒入境嘅咁樣。咁啊貼文咧會惹來大量嘅回應嘅咁樣。咁啊有自稱剛從台灣翻嚟嘅網民就表示咧，黑白色打印都可以用嘅，但係亦都有網民稱咧一向都係用彩色嘅編出嚟嘅咁樣嘅。咁啊黃廣士你係用彩色定係用黑白㗎？彩色嘅話係啦，咁啊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啦，咁啊週2啦，咁啊即係話係早2個禮拜啦。
咁啊，亦都係更新咗網頁內容啦。咁啊，為避免無法順利入境啦，請以 A4 紙呢個彩色打印啦。咁啊，港澳居民申請網絡申請臨時停留許可網簽不可使用回收紙啦，咁樣即係唔可以即係用嗰啲叫做環保紙啊，即係個底啊有唔同嘅嘢嘅，咁唔可以啦，咁係啦。咁啊好沉重啦，咁啊而家嚟到就講緊呢個嘅遭舉牌6次啊，即係早幾晚咪呢個台北呢個嘅地檢署外面聲援聲援者啦，咁啊遲不退散啦，咁啊是否驅散啊驅離啦，咁啊警爆啊可能嘅情況啦，咁樣啦。上個禮拜喺台北地方檢察處偵辦罷免案嘅時候咧，咁啊有所謂嘅死亡連署啦，咁樣啦，咁啊涉嫌呢個嘅偽造文件嘅偽造文書啦，咁啊日前亦都有呢個嘅中國國民黨嘅台北市黨部咧並約談咗呢個嘅主委啦，黃呂錦瑜啦嘅女士啦，咁啊亦都有國民黨嘅主席啦朱立倫啦，亦都係發出呢個嘅動員令啦，要黨公職晚上啦，要到北檢外面啦，係到聲援嘅，包括台北市市長嘅蔣萬安啦，咁啊桃園市長嘅張善政啦，立法委員黃鴻薇啦，同埋呢個嘅謝龍介等人亦都係有到場嘅，咁啊去到晚上11點零鐘嘅時候咧，咁啊警方咧已經係舉牌6次㗎啦，咁啊亦都係話達到制止嘅程度㗎啦，咁啊但係北檢外咧目測啦，咁啊嘅群眾咧就係聚集就近1000名嘅民眾啦，咁啦，跟住之後警方啦咁啊依法咧就檢視無法執行強制作用啦，咁啊嘅必要啦，咁啊咁啊卻被現場嘅群眾啦咁啊回應啦就沒有違法咁啊，跟住隨後啦謝龍介啦咁啊要民眾起身啊就同民眾講起身散步啦，咁啊我哋係唔係集會嚟嘅，我哋散步啫咁樣樣，係啦，咁啊仲有啦，咁啊最新嘅一個動員令啦，咁啊亦都係嗰個叫做呢個台北地檢署啦，咁啊呢個嘅嗰個集會啦，咁啊遊行啦，咁啊發禁制驅之後啦，咁啊蔣萬安咧有身為呢個台北市市長身份咧，咁啊係到場係聲援嘅咁樣樣，咁啊警方如何執法啦，咁啊引起外界嘅議論啦，咁啊儘管蔣萬安係到場係宣講啦，咁啊稱係今晚係佢個人嘅行為嚟嘅，所有嘅責任咧係由佢一個人嚟負責嘅，咁啊。但係咧，咁啊警方咧，咁啊並未有針對呢個嘅蔣萬安咧係作出舉牌嘅警告嘅。咁啊蔣萬安市長咧，咁啊去到宣講後咧，咁啊就離去啦。咁啊跟住，但係呢個北檢外面嘅國民黨嘅支持者啦，嗰個群情啦、群眾嘅情緒高昂啦。咁啊去到較早嘅時間啦，個夜晚啦係10點53分左右啦。中正一區嘅分局嘅局長啦，咁啊張家煌咧，亦都係對朱立倫啦、楊之瑜啦、仔仔啦、仔仔啦，咁啊同埋呢個嘅謝龍介啦，3次舉牌制止嘅，咁啊但係去到北檢嘅群眾外面咧，亦都冇理會啊，咁啊就呢個嘅就呼喊啦，沒有違法，戰獨裁就站出來咁樣樣，咁啊所謂戰獨裁站出來咧，亦都係阿眾亦都係好樂觀啦，觀望態度啦，咁亦都係好希望各位嘅自由寶島嘅朋友啦，咁啊積極參與呢個嘅開始真係要反攻㗎啦，要反攻呢個執政黨㗎啦，咁啊都係要希望大家加強連署啦，就要真實嘅名去到連署，去到話搞翻我哋嗰個叫做罷免。而家執政黨佢入邊係窩藏咁多嘅諜匪啦，係嘛？咁啊就自己錯，但係話人哋錯，咁所以就話係好無恥嘅，所以就係話希望各位嘅自由寶島上面嘅朋友可以連署嘅，我哋就係盡量，我哋係要逆轉勝，我哋係要逆轉勝，我哋係要將我哋嘅而家內外交困對外嘅有
呢個嘅關稅措施，再對外嘅亦都有北京喺國際上面對我哋嘅打壓。咁啊，所以就係話我哋一定係要企起身，唔可以再溫良恭儉讓。我哋係要讓我哋執政黨，我哋係要好好地循循善誘去到教我哋執政黨如何治理國家。我哋嘅國家中華民國唔係淨係俾你做嚟選舉嘅作用嘅，識選舉唔識執政，識選舉唔識做民生事務嘅，你係翻屋企瞓覺。我哋要話俾執政黨知道，我哋狠狠地要將賴清德總統、賴清德主席兜巴刮醒佢，話俾佢知乜嘢叫做治國。呼籲各位嘅台澎金馬嘅朋友，我哋嘅民眾一定係要讓我哋嘅今屆點解咁多人？仲會繼續會講噶大佬又係，仲有你嗰個點解即係我哋高雄市嘅立法委員點解鍾佳賓點解大佬佢仲有一個佢個兄弟佢有兩兄弟鍾佳學同埋呢個鍾佳俊大家咩關係？點解佢都係叫鍾佳賓、鍾佳學、鍾佳俊？點解佢有兩個兄弟會喺大陸做呢個美團㗎，做外賣㗎，外賣平台㗎？嗰啲係咪窩藏啊？嗰啲係咪同大陸嘅關係好密切啊？仲有黃捷立法委員高雄另外一個黃捷佢舅母係邊個佢舅母卓燕婷卓燕婷係喺大陸有31個機場，有免稅店係一個連鎖免稅店其中一個老細嚟嘅，受薪董事嗰間免稅店仲有側邊嗰啲人有黨委嘅，北京大陸中共嘅黨委身份嘅，係嘛？呢啲係咪隱瞞身為寶島嘅人係咪應該要憤怒成日就話人哋藍白投共奶共舔共點解佢哋要乜嘢仲有立法委員賴瑞龍佢有個侄仔就係阿仲嘅小學同學，亦都係一個前香港立法會功能組別嘅議員嘅秘書嚟㗎，係嘛？罄竹難書，大佬長期走去大陸經商，大佬做啲嗰啲叫時裝生意嘅，做啲服裝生意嘅，大佬6GG 1450網軍，你知唔撚知？你知唔知？就係咁簡單，大佬即係阿仲講出嚟，大佬呢啲喂賭到好多人，佢哋知道好多嘢，盡量都唔想講大佬。1450網軍包括某一兩個叫做喺香港嘅我哋民主派嘅區議會成員，走去搞除考生出糧㗎嘛，唔好逼我講邊個唔好逼我講邊個沈柏維出糧俾你㗎嘛，你走去成日搞除考生屋企信義區你估我唔知咩？大佬有時啲嘢即係大家講道理，有啲人喺香港喺個Facebook 嗰度都繼續都係食緊花生，係食花生係佢係都有人奶綠但係佢唔願意講出真相就係好似富湯3.0咁係啦，有個富湯要3.0個樣香港人樣嚟㗎，係嘛？人哋台灣省嘅事，你廣東人嚟㗎，關你鬼事咩？大佬419個集會，大佬你走去做乜嘢係啦。你腳踏嗰件嗰個徽號就可以嘅，有時有啲嘢你諗下香港人我哋民主派有啲人喺度悼念邵家臻前立法會議員嗰時，佢個口號叫問是非分真假，講人話，佢嘅選舉口號咁你哋啲人係咪真係做得到呢？問下自己良心，夜闌人靜燈火闌珊處，夜晚放高床眼諗清楚先，瞓醒啦，大佬對唔對住燈火發誓就係咁簡單。民主派有啲叫黃納粹
黃色一定係啱嘅，係啊。不過我哋係擁抱呢個嘅世界嘅核心價值，就係咁簡單啫嘛。瞓醒啦，大佬，我哋係要講人話㗎，我哋係要講公義㗎，我哋係講真相㗎，大佬。賴瑞龍個侄仔啊，叫做賴智仁啊，我小學同學啊，大佬，真係若要人不知啊，除非己莫為，大佬呢啲嘢係嘛？我唔爆啫，大佬唔講啫，我有排喺度講，係啦，蘇貞昌啊，3個堂妹啊，點解喺大陸㗎？呢啲係咪又係奶共啊？如果以你哋嘅標準，蘇貞昌啊，咁蘇巧慧使唔使同佢切割啊？蘇貞南、蘇貞堯、蘇貞林，大佬全部都喺大陸揾食啊！邱太生個侄女叫邱詠琪啊！以前讀陳樹渠紀念中學㗎，就咁簡單。而家係廣西省婦女界政協啊！以前佢住邊度啊？住星河名居啊，喺香港。而家佢住邊度啊？而家佢喺南寧啊，有間大宅啊！邱太三啊，民進黨啊，邱太三啊，大佬，打機放唔講啊！希望各位繼續留言、點讚、訂閱同埋分享。我哋愛護東頭眾樂會關注組街坊資訊頻道，係咁多，唔該晒。